咁啊，電話旁邊我哋請嚟立法會議員啦，係鄭泳舜嘅。鄭泳舜你好，早晨。早晨啊，燕婷，早晨咁多位。早晨啊，尋晚你係有入場去睇嘅係咪啊？係啊，有啊，琴晚咧我就喺現場嘅。咁當然好似你頭先咁講啦，個氣氛係好好嘅，即係咧好多球迷咧就好早就入咗場啦。咁咧就大家都着晒紅色嘅戰衣啦嚇，咁啊成個球場都係一片紅海啦。咁亦都係真係破咗個紀錄嘅，因為有差唔多4萬多嘅觀眾入場啦，而我自己覺得整體咧，呢啲觀眾群咧，同我以往喺啟德睇嘅觀眾群係有啲唔同嘅，不論係可能係 Coldplay 啊、Rugby Seven 啊，或者謝霆鋒演唱會，呢個係一個新嘅觀眾群，係支持本地嘅體育嘅球迷嚟嘅。咁我自己覺得整體都係一個好好嘅事情咯。咁而交通個流程嘅安排，我覺得今次亦都有進步嘅，即係大家都可能有啲朋友都嚟過啦，咁就即係散場嘅安排都做得好，即使上落客亦都有咗新嘅安排啊，又或者有啲私家車位係可以預約啊。咁我都相信係日後呢啲方面咧，都係有助嗰個交通嘅舒緩嘅。嗱，其實留意到咧，即係尋日咧接受傳媒採訪或者係個電視鏡頭影落去啊，唔少球迷咧除咗你頭先講啦，着晒紅色衫之外啦，都相當之年輕啊。咁亦都有啲人帶埋即係自己嘅小朋友入場啦。其實你覺得咧，今次呢一個嘅球賽咧，對於觀眾嚟講個吸引力喺邊一度咧？嗱，我覺得幾個方面嘅。第一咧，即係我哋係好開心嘅。今次呢一個係因為係好多嚟嘅朋友咧，都係支持香港隊啦，支持本地嘅體育啦咁樣。我哋經常都講嘅就話，即係我哋而家係經常都搞盛事嘅時候咧，好多人都會覺得話一定係請啲外國嘅球星啊、歌星嚟先得啦咁樣。咁今次都係印證到咧，其實咧我哋本地都有一班嘅球迷或者係支持運動嘅朋友咧係入場嘅。咁所以即係見到好多即係不論係球迷帶住啲小朋友啊，或者係一啲新嘅球迷啊咁樣，我覺得呢個都係好好嘅一件事啦。第二，我諗由於咧嗰個票價咧，今次都係一個好優惠嘅票價啦，即係佢哋80蚊咁樣。咁所以咧，對於可能好多未嚟過啟德體育園嘅朋友咧，都係第一次可能會即係入嚟感受一下嗰個氣氛啦。咁呢個亦都係好事嚟嘅。所以我自己覺得整體咧都係應該要把握今次呢個契機咧。其實我諗讓到其實咁多嘅球迷咧，都可能讓到有啲嘅支持單位啊，或者贊助商日後都打咗支強心針嘅。咁日後點樣趁住呢個契機係更加好發展我哋嗰個所謂嘅主場經濟啊、應援經濟，我覺得呢個係嚟緊一個重要嘅課題咯。但係你覺得咧，尋日嘅相關嘅單位咧，真係有冇攞住咗呢個契機咧？因為譬如頭先我提到啦嘅香港隊嘅衫啊，其實得300件發售嘅啫，咁冇幾耐咧已經係賣晒，唔少人都向預，就算連足總嘅副主席咧，佢都話買唔到，就話係唔係嗰個嘅即係啲代理商咧要去到做檢討或者同個球迷去交代。你自己又覺得即係有關於呢方面第時可以點樣改進，同埋代理商係咪錯估咗今次嘅香港球迷嘅熱情呢？嗱，首先咧，我覺得整體咧，即係作為我哋足球再出發啦嚇，咁我覺得係好好嘅，即係不論係足總啊、相關嘅主辦單位都好努力咧，去希望令到球迷咧係開心嘅。即係你見到所以有好多可能有啲唔同嘅表演啊，中間有啲嘅唔同嘅娛樂嘅成分喺裏邊啊，咁喺入場出場亦都做咗好多安排，有啲嘢賣啊，咁樣其實都係好咗好多噶啦。咁但係即係如果我哋成日純粹係講話我哋要發展主場經濟，喺呢個一個商業化、產業化嘅角度咧，咁就仲有好多進步空間嘅。因為你日後都仲有究竟點樣係可以做好呢個賽事規劃啊、門票嘅銷售啊、場地本地啊、贊助等等咧。如果我哋日後係向主場經濟發展咧，呢個係要諗嘅，一路再進步嘅。而另一方面，你頭先提到咧，就話嗰個球衣嗰度，咁我自己係失望嘅。其實咧，理論上即係咧，大家都知道今次係有幾萬嘅觀眾，其實大家都有個期望咧，係可能會買一啲嘅周邊嘅球衣嘅產品啊咁樣。呢個就正正係頭先你提到啦，即係可能喺呢啲我哋作為一個起步點裏邊咧，嚟緊會遇到呢啲嘅情況。咁如果我哋大家都見到一個商業嘅角度，咁我都鼓勵即係更加多嘅商業贊助啦，希望可以支持相關嘅項目做咯。咁呢一個係一個經驗，我覺得希望即係足總或者同嗰個生產商都傾下，究竟點樣可以讓到球迷即係可以買到一啲嘅產品啦。不過你頭先講到咧，即係喺尋日嗰個嘅票價嗰度咧，就係80蚊啦。嗱，咁其實咧佢嗰個正價咧就係200蚊嘅，亦都有特惠門票咧就係80蚊。咁不過咧，亦都有啲球迷就話啦，賣飛嘅時候咧以為特惠票咧就淨係俾長者同埋兒童，咁後尾先發覺，原來特惠票咧係講緊俾5樓嘅座位嘅，咁亦都係希望大會下次個安排咧可以好啲啦。咁你又點睇呢一個嘅售票嘅安排咧？
嗱，今次咧嗰個價格咧係抵嘅，即係當然有少少唔同嘅價格，但係都整體係一個平嘅價格啦。咁所以咧，即係我希望即係我哋都讓到多啲球迷咧係養一間球迷群啦。因為咧，我哋都有估計過嘅，即係你可能咧，即係5萬嘅球迷裏邊咧，當中可能有一萬多人咧係die hard fans 嚟嘅，即係可能成日都跟住港足啊咁樣去嘅。咁有一啲係新嘅，咁我相信佢琴日睇完之後咧，佢都會感受到啊，原來咧即係一個咁好嘅氣氛係可以做到咁嘅營造一個咁好嘅效果出嚟，可能佢都會日後多啲參與嘅。咁所以嚟緊呢，即係我不論係個票務個價格係究竟點樣係可以吸引到人之外咧，更加重要咧係究竟我哋嚟緊有啲乜嘢嘅賽事，又或者有啲乜嘢嘅元素係令到嗰個賽事大家入場嘅時候咧係可以享受到嗰個效果咯。咁頭先都提到啦，即係其實而家我哋港足今次係咁受歡迎，其實足球咧過去都面對咗好多跌跌碰碰嘅，即係我哋不論係之前可能好多人都話，打贏咗幾次波之後咧，都可能政府都會有啲唔同嘅計劃係引申出嚟，但係有時都未必係做得好好啦。咁我自己覺得今次都把握今次嘅機會咧，即係可能有啲嘅改革啊，又或者令到大家都喺個商業嘅方面咧，再花啲功夫去做，令到咧即係個賽事可能點樣增加個娛樂元素啊，點樣係可以讓到更加多海外嘅球隊願意嚟到香港係作賽啊，又或者我哋自己參與多啲亞洲嘅聯賽喺香港做主場啊，又或者國家嚟緊全運會，可能大灣區係咪有啲聯賽喺大灣區又可以發生咧？咁呢啲都係令到增加嗰個賽事嘅經驗，讓到日後可以做得更加好咯。嗱，你剛才都提過啦，係咪可以利用咧啟德呢個嘅場地啊，去發展到主場經濟啦？咁同埋亦都要找住呢個契機啦。咁實際上咧，你覺得有啲乜嘢嘅方面需要去到配合嘅咧？譬如之前咧曾經有一啲嘅意見就話咧，係咪應該成立一個嘅專責小組？譬如入邊咧集合咗咧有體育界嘅人士啦，有熟悉產業嘅學者啦，亦都有旅遊界嘅人士啦，一齊咧去諗一啲嘅方法咧，以發展到頭先你所講嘅主場經濟。你自己又覺得即係呢啲嘅意見點睇咧？有冇需要成立一個小組咧？嗱整體咧，即係如果我哋發展主場經濟或者係體育產業咧，而家大型體育事務委員會咧，即係我自己都喺裏邊啦。咁嚟緊咧都已經係做緊一個大嘅檢討，咁好快就會公佈話一啲嘅內容，點樣係可以即係更加好咁吸引一啲海外嘅賽事或者國際嘅賽事嚟到香港啦。咁另一方面咧，就係頭先講緊本地主場啦。咁啱啱啟德體育園開咗之後咧，其實之前都有講過嘅話啟德體育園係咪都會應該成立一個委員會，係講緊成個啟德體育園嘅未來喺產業化嘅發展咧咁樣。咁如果呢一樣嘢係繼續去嘅，我覺得都係可以考慮啦。因為整體咧，我哋都要諗下話究竟因為所謂嘅本地嘅主場經濟或者應援經濟咧，係好多方面嘅，即係唔單單淨係講緊話賣飛啊咁樣，可能不論頭先講賽事規劃啊、公開營銷啊、公關啊、場地管理啊、贊助啊、傳媒啊、票務安排啊，一啲嘅或者應援經濟，成日都講啲應援經濟，譬如應援經濟嘅周邊產品啊、會員服務啊、品牌贊助啊，即係好多呢啲嘅產業咧都係可以做嘅，即係唔係淨係話揾個小組，可能大家傾下咁就得嘅，即係其實究竟點樣係可以讓到更加多商業機構願意參與呢個，我覺得就比較重要咯。嗱，最後咧都想問埋就係你頭先你都提啦，你自己都係大型體育賽事嘅小組嘅成員啦。咁其實呢，亦都有一個頂級嘅國際電競賽咧，將會喺11月嘅時候啦，就係移師嚟亞洲國際博覽館舉行嘅。咁亦都係獲得M 品牌係認可嘅。點睇呢一個嘅情況呢？我哋咧而家都好努力繼續咧去揾緊唔同嘅國際賽事嘅，包括電競都係其中一次即係重新嚟到香港嘅一個比賽啦，都好大型。我哋相信有3萬多嘅人士會嚟到咁樣去睇嘅。咁我哋而家都係向住一個方向咧，希望係一個比較延伸啲嘅，即係咧，譬如我哋成日都講話Rugby Sevens 搞得好好啦，咁但係我哋點樣可以將佢延伸到周邊都係可以發展起上嚟咧？譬如我哋講緊馬拉松又好啊，又或者係嚟緊嘅 Live Golf 又好，咁呢啲都係我哋希望咧，讓到個相關嘅周邊嘅服務係增加，又或者係讓到個年期咧係可能一個中長期嘅發展嘅。咁呢個係日後嘅方向咯。所以嚟緊我哋都鼓勵啦，其實有呢個啟德嘅場之後咧，我哋而家都知道政府都同緊好多唔同海外嘅國際嘅賽事都傾緊嘅。咁我哋都希望可以多啲嚟到啦。不過整體我哋都希望咧，除咗國際賽事之外咧，本地點樣係可以更加好咁發展我哋嘅體育運動，又或者精英運動點樣精英運動員可以進入個運動市場。咁呢啲都係日後可以發展嘅方向咯。